面对这摆风台灾情，特别是台南电力恢复接近完成的这刻，立委林俊宪再次号召所立营的立委嘉宾台，除了说明第一阶段人力物力的资源救灾以后，接续中间阶段更需要各界资源斗相共。伊除了向岛议长欢迎拟定风灾相关经验的合作方案以外，嘛宣布伊甲3位立委以及议会民进党团将募集600万来关护风灾专户。也呼吁其实大家应该要同舟共济，我们都应该要感同身受。所以我今天特别感谢在场的立委还有议员们，我想还有更多的人会来参与加入，我们就一起来号召，我们定一个大家捐款的目标，大概就以600万台币来捐给我们政府的救灾的一个专户。所有荣泰院长提出许多的建议那也把居建委员的建议做一个转达，赶快成立专户，然后让民间的资源能够投入，让公司得以协力，让家庭可以提早重建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。所以资源其实最关键的我相信发挥我们所有公司的力量，一同来缺募。那除了现金之外，目前还缺2种资源，一个帆布目前还在缺，另外一个呢工班接下来会很缺。身为在区的立委赖慧媛讲到大家协力救灾感动，强强要讲不出话，包括议员陈秋红甲沈家宏这阵嘛拍假特别黑，讲到灾区就是4个字惨不忍睹，所以后就是汇集公部门甲民间力量，因会带头以600万为目标，全力募款，抛砖引玉，帮助灾区早一天重建，恢复正常生活。台南新闻，军籍蔡宏报道。